聽講雞骨草煲豬橫脷，90%嘅便秘問題都可以調理好，究竟係咪咁神奇呢？我哋嚟聽下湛江嘅鄭師傅講解下呢個絕招。雞骨草煲豬橫脷，90%嘅便秘問題都可以調理好，究竟係咪更神奇呢？有便秘啊，必須少食3樣嘢，你食得越多咧，嗰啲便秘就越犀利噶啦。咁便秘之所以會有，係因為腸道唔夠力，冇辦法將大便排出去。咁99%嘅便秘咧，其實都冇需要過度去治療嘅。今日我分享個方法俾你，既簡單方便又實用有效，而且成本先至幾蚊雞，人人都食得起啊！無論你有冇便秘啦，呢條視頻咧一定要認真睇完啊！呢個係有便秘人都喺度揾嘅好方法嚟嘅，你錯過今次嘅話，下次係好難揾到噶啦。咁好多人長期都有便秘問題嘅，搞到日日肚脹唔舒服，放屁又多又臭，面色蠟黃冇光澤，面上出現斑斑點點。便秘咧係一次輕兩次重，長期拖落去咧就會出大問題噶啦。嚴重嘅話甚至會直接影響壽命噶。有啲人咧食香蕉、飲酸奶，甚至用開塞露，但係便秘咧依然係反反复复噶。其實呢啲方法係治標唔治本噶，你整呢類一時咧係整唔到一世。好多人都覺得奇怪啦，自己經常又飲水，又好注意飲食，點解仲會有便秘問題呢？今日我就明白話你知，便秘嘅根本原因係你冇及時注意上面嘅情況啊，一拖再拖整出嚟嘅，導致腸道冇通，毒素垃圾一直堆積身體入邊，時間一長，各種各樣毛病就揾上門噶啦。所以話大家咧千祈唔好簡單咁認為啊，淨係食藥啊，用開塞露啊就可以解決噶啦。呢啲方法只係一個臨時緩解嘅手段啫，冇辦法從根源上邊去改善呢個便秘嘅問題嘅。嗰啲同你話有辦法可以快速通便又可以斷尾嘅咧，全部都係智商稅嚟噶。咁今日我分享呢個方法俾你，係我哋當地一位做咗50年嘅老中醫教俾我嘅，佢幫人調理便秘嘅問題好多年噶啦，從來冇人俾過差評啊。好多人調好之後咧，都翻轉頭會多謝佢。咁無論係便秘引發嘅肚脹氣、屙屁又多又臭、面上生斑，無論係2、3實、4、5實，但係7、8、8實，無論係便秘2年、5年，甚至係10年、8年咁，用呢個方法，你連續幾日咧就見效噶啦。你堅持用一段時間咧，就可以將呢個便秘問題改善得明明白白。方法就好簡單，你去準備火麻仁、桑葚、大麥、荷葉、甘草、紅玫瑰、山楂、粟米酥、決明子、萊菔子、牛蒡根、菊花，將呢幾樣草本搭配埋一齊，3碗水煲成2碗就可以飲噶啦。佢就係鼎鼎大名嘅火麻仁通暢茶，亦都係所有便秘人都想揾嘅便秘克星，比黃金仲要值錢啊！咁如果情況嚴重咧，就1日煲一次；唔係好嚴重咧，就2、3日煲一次。第二日起身，你就做好去時慳飽食嘅準備啦。你堅持飲落去嘅話，你以後咧都唔使再擔心便秘嘅問題噶啦。咁如果唔識搭配又唔知道比例咧，就可以買我呢種免治茶包，佢入邊每包都按照比例搭配好噶啦。佢真材實料有保證啊，獨立包裝嚟嘅，每次拎一袋滾水沖5分鐘就可以飲噶啦，簡單又方便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可以直接點擊我視頻左下角鏈接去落單啦。我同商家申請專屬優惠價俾大家噶啦，名額冇得幾多，你買翻去之後咧就堅持去飲。如果冇好使，效果冇明顯嘅話，就直接將退翻俾你。產品你可以直接留低嘅，你完全冇後顧之憂嘅。希望能夠幫到大家解決呢個便秘嘅問題啦。